这个婚礼会注册吗？会去拿证吗？那是我乔金芬的事情，轮不到你来拿主意。你以为我拿人家静媛开玩笑啊？静媛好像还没有离婚呢。静媛离婚的手续我都帮她办好了。我说我不管乔家的死活，我无所谓。我不管我亲生父母的死活，我不要他们了，我不要奶奶，我不要他们了，我不要他们，我只要你夏晚清，我就要你夏晚清。哇，你看这个新娘妆实在是太适合你了，让我给你加点粉红系列吧，真是纯真与浪漫的结合，甜美迷恋。我嫂子真是太漂亮了，我哥看到了一定会喜欢的。明天你的正式新娘妆就照这个画吧。是吗？那你觉得金帆会喜欢吗？她敢不喜欢？你都这么漂亮了，明天她一定要准备好大大的红包，过了我这一关再说。好了好了，别臭美了，一会儿冲个凉，等我妈来还要给你上头，明天还要按照那个流程表上的步骤来，真是累死人了，我才不要这么结婚呢。到时候啊，你就不会这么说了。喂，金帆。哥，静媛姐，你们慢慢聊，我不打扰你们啦。金帆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担心今天晚上我都要睡不着觉了。我非常期待明天，不知道明天这个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呢？金帆，谢谢你给我一个这么盛大的婚礼。清源，该说谢谢的应该是我。明天见，金帆。好，早点休息，明天见。
新郎终于来了，我要和你同归于尽！妈！景元，景元，来人啊！营救！救护车！救护车！营救！是我，没事，啊，过去。我刚刚吓得不敢看，没事，我救不了他们。明哲没事啊，乖。床少，酒店已经封锁了这层楼，并安排他们由另一出口送往医院，已离开楼下的记者。其他迎婚的队伍已由酒店车队送回去。至于乔董那边嘛，我们还没有惊动他，这事由你来决定吧。怎么样？现在情况怎么样？燕平阿姨和静媛受伤很严重，现在已经送去医院了。明娇因为受惊过度也去医院了。警方那边来了人，乔董你现在不方便过来，酒店这边就让我来处理吧。金发他们有事吧？没事，他现在去医院的路上，我处理完就过去。真没想到聂小言这么疯狂。乔董，对不起，是我失职，我没有想周到，我应该派人一直去监控他。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，啊，我把这里的事安顿好之后，就到医院来。还有，这事情千万不要让老太太知道，记住了。好。妈。啊，别着急啊，你先去让司机把车开出来，我弄好了咱们就走啊。妈，我们不用去参加婚宴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这……说呀，出了什么事儿了？妈妈，我受得住。金帆他怎么了？这宾客都到齐了，再有2个小时婚礼就开始了，到底怎么了？他还是跟婉晴走了。啊！这个臭小子！妈，你没事吧？别紧张，我没事了。都是他从小啊，我把他给惯坏了。他每次闹事儿啊，不把我闹得心脏病发作，他是不肯罢休的。我看呀，那天我非得死在他手上不可。好了，妈，您不用这么生气的。那你怎么收拾这个残局啊？我叫小窗到现场，跟先到的宾客解释，先把礼退了。至于静媛，她因伤心过度，暂时不愿意回家。哦。
我专门叫燕平跟明娇在酒店陪的。等一会儿我亲自到现场，跟重要的宾客赔礼道歉。这也是下策中的上策了。是啊。喂，丽丽。不得了了，婉清姐，杂志社收到消息，城中出了大事。杂志社已经跟我没什么关系了。可是这大事和你息息相关啊！是乔天帆的婚礼，新娘被前夫狂砍10多刀，连未来婆婆都受到牵连了。爸，怎么样，小少，伤哪儿了？没事没事，真的没事？真没事。刘医生，病人情况怎么样？现在分2个手术室，6个医生在全力抢救。那我太太呢？她没事吧？乔太太伤势比较严重，被刀刺得很深，一半肝已经保不住了。你儿媳伤势较轻，但失血过多，需要大量的补血，因为她的血型是 O 型 Rh 阴型血，比较特殊。我们担心我们医院血库不足，现在正在向全城的医院求助。医生，一定要尽力抢救。如果可以救回我太太，我可以捐献。放心，我们会全力救助的。我可不可以进去看他们？院里有规定，只能有1名家属。这样，我带你换衣服。好。哥，你去哪儿？你的未来只有我，我的未来只有你。你是我的女友，我的老。我听说出了事，我跟静媛的血型一样，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。要是觉得身体不舒服，就跟我说。我没事。哥，婉晴输血前要我们答应她2件事。什么事？第一，绝不能让静媛知道是她救了她。第二，无论如何，你都不许出现在她面前。婉晴不想再见到你，她希望你去手术室那边等着静媛，你的新娘。
奶奶，壮，怎么了？我整个下午心绪不宁，越想越不安。你们大家都关机，我只能找到你。你告诉我，说实话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金帆到底怎么了？没有啊，他能出什么事儿？他就是刚才开车带着婉晴跑的时候，沿途撞了人家5辆车。我现在正在处理。奶奶，你等会儿。大哥，你能不能别这样？你稍微等我会儿行吗？我这通电话嘛，好吗？你旁边歇一会儿。反正不管你车多少钱，我们乔氏一定赔，行吗？你这人真是……奶奶。哎呀，这小子到底上哪儿去了？你从小的任务不就是跟着他吗？现在还在跟人家谈什么赔偿问题？你耽误时间呐！你给我快点给我追！是，我现在就在这个机场高速旁边呢。刚才我是第一个追到金帆的，但是他带着婉晴已经过海关了，我没带护照，我过不去。啊，出国了！哎呀，这小子真是比他爸爸更难办。这小子真是气死我了。静媛怎么样了？静媛啊，静媛她就是刚才太激动了，后来就晕倒了，现在没事了，醒过来了。可是除了燕萍阿姨，她谁也不见。现在那个明娇陪着他们俩已经回酒店了。我过去看看他们。啊，别了，奶奶，您听我一句啊，这件事情你保持中立，也不要发表任何看法。是这样的，静媛她这次受打击太大了，她觉得太丢面子了。哦，对了，所以她嘱咐我就不让我告诉您啊。哎呀，丢了面子又怎么样？你叫燕萍啊，好好陪她几天就行了。问过你，我就安心多了。放心，没事。叫燕萍跟明娇好好的看住静媛，可别让她做傻事儿啊！我就怕如今的年轻人啊，要死要活的，能活着，哪还怕找不着自己爱的人呢？对。如果那个臭小子给你打电话，叫他马上回家，你告诉他奶奶已经病危了。又撒谎啊！还有别的选择吗？谁知道这臭小子跟婉晴出现的时候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们乔家的命运啊，都被他牵着走了。哎，我不说了，我头疼。奶奶好好休息啊。儿子，你在乔氏这么多年了，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。可是有些事情啊，该放下就得放下。乔氏在香港买的那块地出事了，政府要重新抽回档案审核，公司马上就会接到通知了。这可真是乔氏黑色的星期五啊！妈醒了，去看看吧。妈，静媛，她刚输完血，还没有醒过来，谢窗正在看着她呢。明娇，别怕，只要妈妈快点好起来，我什么都不怕。燕萍，你很勇敢。要不是你护着静媛，她就没救了。保住这个儿媳妇儿，就是保住了乔家。我这20年，不是你不要说了。
所有的事情都是因我引起的，是我一个人的错。跟你这20年的委屈相比，我知道你的心一直都是为乔家的。我不是一个好妈妈。不要这样说，你是最好的妈妈。以前我对妈说，我不能给他老人家尽孝。不许你这样说，你会没事的。千万不要这样说。就差一步，我就能看到你娶儿媳妇进门。妈多想看到你幸福的样子。你别瞎说，你会好起来的。等你好了，我就马上和静远结婚。你还要抱孙子呢，啊？你还没抱过孙子呢，所以你一定要好起来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金帆，这些年来，你装作你爸爸给妈发的短信，我都记在心里。现在，妈要你答应我一件事。妈，那边的伤者已经醒了，口中喊着金帆的名字。医生说你虽然受了点伤，但是没什么大碍，很快就会好了。金帆，我是个不祥的女人。我跟你恋爱私奔，我爸为了追我们死了。我离婚再婚，我前夫又不放过我，还把祸连累给你妈了。说什么呢？都不关你的事。是谁？舒雪救了我。绝不能让静远知道，是他救了他。是夏婉清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是他救了我。你要快点好起来，别说那么多话了，多休息。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你们是骗不了我的。金帆，你不要辜负了他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休息，不要胡思乱想了。我在这里陪着你。你妈她怎么样了？她为了救我，用身体护着我。她伤得很严重吗？他醒了，现在我爸跟明娇在陪着他。他还问起你呢，他说让你这个儿媳妇早点进我们乔家。没事了，别说话了。明娇这条命是小时候你救回来的，小庄，你告诉阿姨，你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？没有乔家，我谢床就是个坏孩子。
你答应我，这一辈子都要好好的对待明娇。听着，我把女儿交给你。阿姨，你放心。叫我妈。妈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待明娇的，不让任何人伤害她。明娇，你小时候妈妈没有好好照顾你，妈求你不要怪我。妈，你别这样说嘛，你还要看着我和谢川结婚呢。你穿上婚纱的样子一定很漂亮。妈，你还要替我上头，还要教我织毛衣呢。什么事？君元，我人生最骄傲的就是做乔继云的太太。我走后，替我给儿子发一条短信。燕平，燕平，燕平！今番我儿，求之不得，求之若得，别放手。木字。我想在医院陪着哥。我最了解金帆了，这时候让他一个人静一下。静媛一天没好过来，他不会做什么的，就怕静媛和婉清都会放弃他。真的是婉清输的血救了静媛吗？是婉清输的血。明娇，一会儿你先不要回乔家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小超，你先陪她在酒店住下。我怕明娇装不下去，会突然在奶奶面前哭出来。如果奶奶知道你妈妈出了事，我怕她受不了。不过你明早要给奶奶打电话，就依我跟小创讲的一样，先瞒着她。我知道了。
乔董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好。乔董，请节哀顺变。我知道你的心情很烦，我一直不敢找你，就在这儿等着你。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，我的心很累。这几天公司的事，你就代替我决定吧。乔董，这个事情我真的代替不了。什么事？金帆拍的香港那块地呀，出问题了。下午公司收到通知，那块地呀，年期太短，未合规格建楼，政府要重新审核，我们的投资可能会被死锁。我整个下午都为这事儿担忧呢，这怎么办呢？大婚的事儿我都准备好了，这红包让燕归带过去。我想等到2个孩子都办完婚礼，我们就离婚吧。喂，不好意思，大半夜给您打电话，但是有个很重要的情况跟您汇报一下。我在查账的过程中发现几笔账非常可疑。我最近家里发生些事情，你跟赵后商量吧，有些事情让他处理一下。喂，听到了吗？乔董，恕我直言，这几笔账的问题很可能就出在谢总身上。什么？况且牵扯的不止一个人。乔董，我查得非常谨慎，出错的可能性不大。我没有怀疑你的意思。这样吧，你过来我这里。不要坐公司的车，不要惊动任何人，别让别人怀疑你。你打车到我家门口，然后打给我，我下来开门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有几个大项目都出现了资金挪用问题，涉及的金额都非常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算静媛小姐的资金投进来，也是于事无补，不过是拿来陪葬罢了。还不至于吧？金帆和小创签的那个项目，只要资金到位，不就可以启动了吗？问题是，根子就出现在这个项目上。这个事情不光是谢兆后，谢总的儿子同样有份。你说小创？怎么可能？他跟金帆关系这么好？乔董，您和金帆都太相信身边的人了，生意场上是不讲人情的，尤其是那些狼子野心的人。就眼下的形势来看，这股势力是冲着整个乔氏来的。
就算他们在资金上做手脚，可乔氏股份的控制权，不还是在我们乔家手中吗？我是说，您也不要掉以轻心，不是我多事，我还是要提醒您，小心一个人。你是说莫凌天？对，是莫凌天。他是跟着夏正朗出身，夏正朗是操纵公司股份的好手。当时莫凌天拿着夏正朗的项目投奔乔氏，把夏正朗这个老狐狸都玩了一把。那今天他很有可能故技重施，欺骗您。如果莫凌天和谢氏父子勾结在一起，那您现在的处境就是四面楚歌。要是这个合同上的大漏洞一旦事发，兵败如山倒。我会以办丧事的理由，这2天都不回去公司了。我们2个人找个地方，把所有的账本拿出来细查。好的。对不起，这么早把你约出来。那他们现在怎么样？静月没事，只是需要在医院观察一段时间。我来替他谢谢你，救了他。你妈妈呢？我再也没有妈妈了。她放下我跟我哥，永远的走了。我会好起来的。我不能再让妈妈担心我，她一定会在天国守护我的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说这些让你心情变坏的话。别说这个了，你想跟我说什么都可以。婉晴，我知道乔家对不起你，但是你能不能帮帮我哥？我实在想不到别的办法了，只有你能帮他。金帆，金帆他怎么样了？自从我妈妈走了之后，他整日一个人在医院的天台上发呆，不理人，也不说话。我很担心他，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他。婉晴，他只听你的，我真的很担心他。婉晴，你还好吗？我想你，我也很想你。告诉我该怎么做。一定会好的。有那么多爱你的人等着你去照顾，所以你一定要好起来，不要让爱你的人失望。你在哪儿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去找你的。我会想你的。其实我们早就断了缘分，为何回忆里还会继续浮沉？苍老一世。
想要对你说，看清。